贷款这个代志哦，伫咧预售屋，我先讲，预售屋内底根据预售屋的定型化契约内底是讲，你有团贷、建商负责去贷款的，啊，甲自贷，自己家己申请贷款，你家己优惠条件啊较好的，也是讲你甲银行较熟的，你条件要较，你也要就像讲你要爱去收购亲啊，你家己要找，啊，这会使你自贷。即马目前看起来吼，自贷这个部分受到银行打扫人寿保险这个做法吼，伊受到真大的困境就对啦。拄啊讲啊，即马3个月放款放袂落来，啊若要卖人，那成屋伊就歹卖啊。啊若预售后伊讲啊，这安尼，你若安尼无符合我的条件，我要甲你讲违约。要甲你断头啊！这就是即马三个问题吼纠结在一起，就是讲第一，银行集中度，中央银行集中度管理，啊，各银行顺势去讲搭配的这个人寿保险的这个部分去打扫，啊，这就是这银行的端啊，建商第一，伊大部分的中小型银行伊无去。事先有去土地融资，还是建筑融资啊，所以伊即马无迄个额度，无迄个扩大伫个啊，所以这个伊即马贷款就产生困难啊，有一寡就是自贷哦，啊自贷的部分就是讲啊，我即马较早条件较好的是银行来找咱的，啊即马换咱即马要找银行，啊，所以这三方哦，爱对倒一先切落去。我感觉第一吼，应该随银行，因为。金管会哦，应该检查银行为什么要去会使去打扫？这打扫这个部分是明显违反公平交易法的规定。啊，第二就是建商这个部分，建商这个部分哦，你即马吼有当时啊，你的广告内底甲人讲我贷款8成，这广告伫咧消保法内底广告就是契约一部分咯。你如果后来改成自购贷款，但是自购贷款，迄是讲我条件有较好，我会让互你自购贷款啊。但是这个扩大80%这个保证，其实是广告的效力，这个部分消保法伊也嘛是爱负责去检查呢。对啊，所以即马来讲，你甲银行拢无咧超讲啊有一个扩大伫个啊，即马甲咱放互无收。这建商嘛是有责任嘛。对建商来讲，要处理这个代志足困难的。莫讲啥，咱家己私人买着厝，叫你讲落价来卖，你都无可能啊。啊，建商你卖是我一批300户，我卖一半150户，我剩150户，啊你拢买60万一平，我即马讲啊无卖57万一平，你无找我对吧？你一定找我拼输赢嘛，对吧？我卖前边还未交厝，佮你立贷款的，立迄个工程款的，你就甲我一平落3万，哪有可能？所以这要实际要降价，就有困难啦。啊，咱总结来看，就是因为这交易量有无？比如较早一个月使拼咧3万户，咱今年是36万户嘛，一年过户的这个户数嘛，你平均一个月是毋是3万户？你嘛拼到这阵一个月无2万户呢？啊，你咪减1/3去啊？啊，你无爱买，你也无爱买，啊，我也无爱买，啊，厝内拢无落。这问题即马就是你拄我问的嘛，啊，对大家无买应该爱落啊，代志就毋是咱想安尼啊。因为建商来讲，土地伊摕到土地的成本就一定伫遐嘛，伊要起厝的成本只有增加无降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卖一半出去，我哪有可能要降价？所以这个时间会拖足长的，意思讲吼，无看到迄不见什么不掉泪。不见黄河不掉泪啊！不见观察不掉泪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未到迄个时间嘛，时间还未到嘛，我会使动啊，我一直动到啊，动袂掉。这个时阵，大家吼爱看对，看过民国86年至民国92年迄个代志，嘛在座上有看过民国86年至92年，老师教我尔。啊，你嘛有看？你看遐动偌久，遐规个市场找落去，找偌久呢？找几十年呢？找到讲啊，你卖厝，你搁要交增值税100万啊，我就搁交，我都了去啊。啊，咱所以民国90年的时阵，咱推出一个啥物？2000年时阵推出一个啥？增值税减半征收，有无？政府提钱来补贴呢？安尼才卖出去，我才愿意卖呢。你即摆敢有看过这个代志？
也袂，所以你讲市场外歹拄外歹，我跟你讲也袂歹甲底咧。